像咱咧讲者，共款是一条路，但是咱今仔日所行的这条路是家己做主的，所以讲我今仔日用一个题目谈咱这堂课，毋是坐火车，就是开车，所以讲这个题目呢叫做修行路啊。修行的路，修行的路要怎行？修行的路有啥物特色？这条修行的路其实就是哪像咱咧开车开去高速公路共款。因为学校逐礼拜拢爱开高速公路啦，开到足熟的。人二哥爱开到足熟的。一礼拜拢爱开2摆至3摆安尼啦。所以讲学校开高速公路足熟的。所以讲伫高速公路内底学校咧开这车一寡心得一寡心得。这个心得哪亲像咱咧修行？咱开车开的上高速公路，哪亲像咱咧修行共款？所以讲，我今日题目甲咱用这个修行路含咱这堂课。咱若想修行，敢哪像真正咧行一条路共款的？所以讲，伫遮咧，我有几点含咱这堂课。到底咱修行甲开车开高速公路有啥物共款？这种共款的。第一，譬如讲第一，咱要开车是毋是爱有驾照？咱若讲开上高速公路无驾照，这违规的就袂使的。所以讲，咱咧这只车要开去进前，咱就是爱有驾照。那么这个驾照呢，咱亲像讲咱读道人爱是有道。爱是遇到，要修行敢无遇到，敢袂用尽。要修行无遇到会用尽，但是要修的是足困难的。真正有影，自古过去的圣人菩萨，因咧修行，无迄个讲家己咧修，无师来传，家己修的成道，无。六祖大经内底有一句话讲若像即个无师自通的啦若为亡以前会当讲嘛，为亡以后袂当讲嘛。为亡以后，若佫讲伊无师会当家己去迄个迄道的迄种叫做天命外道啦。若做大经来看，咱就知影。为亡听讲是第一个生过来，叫做为亡啊，伊是第一个生过来。无怪啦，伊就第一个生过来，所以讲警官去哩无师自通袂使啊，因为警官都无人生过来，所以讲伊会当无师自通。自为亡以后落来，拢袂当讲叫做无师自通，一定要有师来传。所以，伫咱道中教一句话讲，言语聪明性然会啦，不无名师莫相猜。所以讲，第一步爱先遇道，爱有名师甲咱指点，爱有名师将道传落来，然后咱才有法度来行这条路。咱若无遇到道，无师传道互咱，咱家己靠我家己想的，我家己悟的，拢会骗，拢会骗，讲会骗的无共命，拢会骗。所以讲，第一一定要先求道，因为伫求道当中，先甲咱指点一条明路，这足重要。求道的当中啦伫求道第一天，其实伫个仪式内底，迄足重要。因为伊是先甲咱指点一条明路，知影讲道理对。咱若讲毋知影道理对，咱咧修会变盲目。盲目就变啥？人讲袂信，咱就对啦，袂信啊，知影咧信啥？那么，伊甲咱指点一条明路，迄条明路里底会甲咱点迄个去啊，互咱感觉讲真啊道理啊，真啊道理啊。点老师甲咱点迄个才咱对的真诶，点迄个点理啊，道理啊，道理无离外口，佛就是带理啊，佛无带理外口。咱若想，咱规身躯啦规身躯是啥物人咧做主宰？迄若去科学家咧讲的咱这身躯内底是即条头咧做主宰即条头咧做主宰毋是手咧做主宰毋是骹咧做主宰是即条头咧做主宰。所有的神经到尾也拢爱传伫头壳去，无若手，咱若把手拍一下为什么你会知影疼？我你头拍咧来，你才知影疼。因为手的神经全传伫头壳去，你头壳就会感觉讲我咧疼。伊即个疼的神经传来到即个头壳里，
但你讲吼，伊头壳拍嘿啦，哦，拍得足大个啊，哦，所以讲感觉足痛。伊若伫骹拍的吼，骹的神经有哪传来到咱的头壳内底，有哪甲咱讲啊？哦，有人甲我拍得足大个啊，拍伫骹咧，咱来感觉讲吼，真正骹咧痛对。所以咱感觉手咧痛，感觉骹咧痛，迄个感觉就对出来，迄个感觉吼，迄个感觉叫做觉性。迄个感觉就叫做觉性。所以讲，为虾米咱知影寒，知影热？哦，安尼就讲今仔个寒话，咱就听较少的。为虾米咱知影寒，知影热？因为迄内底有一个觉性。有一个觉性，迄个觉性，伊佛教咧讲的叫做道命。菩提叫做觉的意思，觉性。哦，所以讲吼，咱世俗有人，所以讲咱咧了解，咱人的思考拢是伫即个头壳内底。有人咧讲笑话啦，较普及咧讲咱来讲，即个代志菜简单诶，我用大家头头想就知影就对啦。讲用头头想。脚头敢会想，脚头袂想，脚头绝对袂想。咱人咧思考是家己咧思考，哦，你脚头剁开照常会想，对啦，但是头剁开就袂想。所以讲，迄个咱人的灵性咧思考的，迄个就是头壳。我伫头壳的对一项，就是耳根管遐，遐是神经细胞的总开关拄啊伫遐，道就是遐。所以讲，咱今仔日要去西方，要对对去，对遐去。无啦，人咧西讲讲要带去西方吼，西讲啥物事？知西方去对。张老师人咧点倒的时阵呢，就会讲西方虽远请客到，西方虽然足远的，其实马上就到。真正讲即句话咧，这是无我白讲的，真正讲即句话咯。西方虽然足远，但是轻易到，马上到，为虾米？因为伫遐，伫咱世界内底遐。所以讲，这就是咱修行的一个法头。所以咱人的心，咱求着道了以后要怎修？咱的心要来放伫对。咱若讲我求道了，我修道啊吼，我的心哪要放对咧？若咧，咱对不起咱头尾干得之分，咱对不起咱的祖师爷，咱的师尊师傅，咱对不起咱的电老师传道啊，真正个。咱其实咱求着道了吼，袂当讲我知影，我这个人吼。规工吼，我拢毋知影要安怎做了，心毋知要放对。其实咱已经有见着倒啊，咱知影讲修着要安怎修啊，心爱知影来放对。心若知影来放伫遐，上较单纯。咱心若毋知影来放伫遐，无标标过一世人，毋知影咧创啊。咱心有法度来放伫遐，遐就是天堂。咱心若来放伫外口，拢地狱。所以讲天堂伫对咧，伫咱人。这大约安尼，互咱做操课啦，真矫一个，安尼就好。互咱了解讲，咱今仔日要考这条教条，其实咱大家拢有考过。咱大家拢有教条哦，咱在座诸位拢有教条，咱在座的诸位拢有记得啊。道就是伫遐，落来了开始行。这条车就爱开去啊，但是要开的时阵，爱搁检查一辆车，看有油无？嘛开甲看路了无油吼，开哪个开甲高速公路。足艰苦，足麻烦。迄若搁拄着有代志的吼，迄真正会紧张。所以讲要开进前吼，爱安怎呢？爱加油，先加油加甜，加油加甜。其实加甜叫做啥物呢？叫做学道啦。为虾米学道啦？叫做加油。你讲像咱今仔日安尼咧唱诗，叫做学道。我而且咧讲的学道就是安尼啦，即咱若分较详细安尼。学道就是讲，咱有咧研究，有咧领会，有咧听道理，安尼叫做学。迄就是咧加油呢。咱来到学道嘛是咧加油，因为咱家己若无充实，这学道内底就是叫咱来充实。咱人内心内底若无充实，真理若不明，
真理若不明，行到一半了，行袂到。你路咧行袂到哦，心中无真理，即个若拄着代志吼，看袂开啊。啊，咱来了解咱学道的过程当中，莫讲学道啦吼，搁无学道的人，伊的过程当中，拢有哪共款有一寡逆境，有拄着一寡不如意，大拢有人无迄落做的人，加减啦吼，拢有迄落不如意的，你听着你无爱听，拄着你无爱拄的代志，迄落你无满意的、无介意的，一定拢会加减拢有。咱心中若无诚实，咱心中若无真理，有当时啊一件代志，一句话，真正就倒啊。啊，所以讲，咱来相信，伫相信的当中，互咱心中有真理，有真理了，咱甲有迄个吼，就是讲迄只车到迄个地，我会当走呢，走到台北嘛走，因为吼，我规只车在迄个加满啊，伊迄地拢加满啊，甚至会当走到台北。哦，啊，若讲拄啊加一日加200年哦，有可能就高雄起来，我走到迄个还袂到南仔坑就可以啦。咱心中若无真理，有可能你行。所以讲，咱要不断去学道，要不断去尝试。所以讲，去学道的过程当中，咱毋贪袂真，一定要去求真理。哦，这点呢，互我伫这个修办的当中吼，有机会咧了解吼，拢会学大家互相勉励。真正伫学道当中，真正要研究，因为咱人是啥物咧做主？咱咧了解，咱人其实是心咧做主，心咧做主啊。心要叫咱行去对就行去对，咱每一个人的心要叫咱做主。啊，咱的心若无真理，哦，所以讲叫做相克法，哦，以勇为命嘛。哦，心这个心若无真理，那么伫咱这个学道当，伫咱这个修行过程当中，模模了了的。咱毋是讲安尼做做煞。哦，所以讲咱今仔叫做啥？叫做咧办道嘛。办道，啊，这个道，咱毋是咧办事啦吼，咱了解，毋是咧办事，是咧办道。因为这道内底有道内行，啊，道内底咱心内底也有道，爱甲这个心和道甲做伙。啊，心内底有道，道的物件，咱无研究，咱毋知影。到人遐甲讲一个出世，就知影讲啥物叫做道，咱毋免研究，就知影啥物叫做道。除非讲像要做遐尼经济遐尼好。着做的经济遐尔好，伊着爱去找五组，真正五组玉组的经济是足好的哦，伊着爱去找五组，着毋敢讲吼，我家己想法着家己对，真正的。啊，所以讲道的物件就是安尼，爱不断去研究，不断去研究，咱才会明。咱道若明，咱心就会明，心若会明，你行事就会正确。哦，所以讲白白咧做代志吼，有明甲无明是差足济咯。真正有影，白白咱大家拢毋遮做难过咯，有面甲无面是差足济咯。啊，咱咧看望去看望了，咱就来看，咱用啥物心境咧办道，这个较重要。咱这个心境若了有正下道，叫做办道；咱的心境若无正，叫做办事。办事来讲，代志有啦有处理啦，处理了煞啦。啊，到底对咱有啥物好处？代志都办了了啦，到底对咱有啥物好处？咱就爱办道。伫心中内底有道，那么这个道爱不断的去研究，所以讲研究道理的物件，好好讲出来。一般啲个人，拢较尾有头干，这通常啦吼，这通常的必定的，这较是有影，这也毋是讲，吼，你批评啊啥？其实咱人内底大部分的人，拢无爱用头干。意思就是讲，咱人若要拄着要研究的，拢较无爱。真正，你研究的拢较无爱，无爱动头讲，我着叫我徛做工课，我着去啊，你吼，你感觉吼，你思考好些，无叫安尼较好做。要叫这个身躯去行吼，较好行；要叫这个心搁去遐领会道理吼。我想甲大家看做个家安尼看我做几时啊吼，做野的对，这是一般的迄个经验啦吼。但是咱爱去克服，爱去克服。意思就是讲，咱伫学道的当中，爱不断去研究道理，不断去领会道理，不断去听道理，安尼咱的心中的道教我就激发出来。啊，若无咱人咧学道的当中吼，最容易落入这个
自我意识。啊，即种物件是足普通的物件，也是足最容易了解的物件。只有一个就了解，一个了解，只有大家拢有啦，加减减，加减减。但是咱会当借着学道，借着研究道理，借着听道理，借着领会道理、领悟道理的过程，改变咱人的想法，改变咱人的想法。啊，若无咱人若想法若无改变哦，伊一个我一个，大家拢无共，真正无共呢。伊认为安尼较好，伊认为安尼较好，伊认为安尼较好，大家想出来拢无共，因为心境无共，啊心境无共，并且办出来道当然无共，真正安尼啊。所以讲孔夫子甲讲啊，迄个可以强悍嘛吼，啊比可以识吼，我发一句吼，无抄出来嘛，强强想对啦吼。那么伊的意思讲，可以强悍就讲，咱会当做伙学。但是咱是毋是真正会当拢，大家伫遮咧学的当中会当真正做伙行即条路？吼，啊，佫会当做伙行即条路，是毋是大家拢总会当吼？迄个权就到尾有一支叫做权嘛吼，伊可以权，会当强悍，无一定会当识道，识道无一定会当权。权就是讲，咱大家伫遮互相咧办道的当中，是毋是吼理念拢会共款？无一定，安尼就对啦。讲到尾啊，就是讲安尼啦，讲不出去讲话啦。咱若是落去来地个情况安尼，迄大陆是安尼，一直无法无吵啦，无足亲啦，印象无足亲。就知影讲吼，共款拢总伫遮咧学，啊学了，可能伊的看法无共，啊即个讲看法共款，咧办道的当中讲伊想出来方法拢都无共。啊若讲做到尾啊，讲项方法想出来，含迄个代志做出来拢做会共款，迄着两个真正有够共。迄理念就真正有够共，这意思就是讲，咱来了解，咱心境若愈低，分喙会愈济。咱人的心境哦，心境若愈低，分喙会讲50世愈济。心境若愈悬，是拢共款的。吼，这咱像一种现象就是安尼啦。金字塔的这个理论，吼，金字塔理论，金字塔理论就是讲，伊上下骹上界重。上界济，食的面积上界大，啊愈顶悬愈少，愈顶悬愈少，上界顶悬愈一点啊。啊，这意思咧来讲啥？讲咱的心境若愈低，当然分喙看法愈济，无共款的就愈济。当若甲咱调啊讲心境愈来愈悬，大家拢差不多的时阵，迄看法就拢差不多啊。所以讲，佛教佛当中袂争执，佛教佛袂争执啊，袂讲弥勒佛咱师尊咱这个嘛好咯。咱这个我感觉讲，咱弥勒佛咱咧做天，咱弥勒佛感觉这个嘛好，咱咧做天，绝对袂安尼。咱若甲迄个境界吼，伊拄啊合一安尼尔，大家怎变？咱个三宝内底讲讲合同安尼，共款变一个，完全拢归伊，无迄个吼支离破碎。但是咱众生大家拢咧修行，包括佛法，咱伫即个战处内底，难免我有我的看法，你有你的看法，伊有伊的看法，伊有伊的看法，足济，啊，这正常。哦，这毋是讲啥物做不对了，问题是讲咱要安怎把咱不同的看法，借着修行学道内底，大家共同去提升，甲讲，互即个交集点会当愈来愈集中，安尼就足单纯个，安尼办就足单纯个。如果咱大家看法，咱大家理念若拢无共，分散去足济，这道绝对总歹办，绝对总歹办。啊，所以讲咱要安怎讲？使大家思想会当集中，当然是借着学道。无借着学道，咱若想，你有你的看法，伊有伊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我有我的思想，我有我的理念，拢总无共的。但是道是一个尔，道绝对是一个，无过来。那么道是一个，咱大家若会当来共同去研究即个道，到尾咱的思想就会调共款。迄思想调到尾就会共款。啊，咱若去研究啥物叫做道，啊，然后我认为道是安尼，伊认为道安尼。咱了解迄代志是怎摆做的，所以讲伫即个当中的加油就是讲，咱爱先学道，充实自己，把即个球教好，以后咱伫生活道的当中，路较行会远，路较行。啊，若无一只车行到本来要对高雄走到台北的，讲走到南港天空袂走啊，迄着爱叫人去拖，迄若是足忝的啦，那安尼就足忝。别甲一看，啊，然后要来讲话无，迄是足忝，着爱一路好角。上界畅通，上界利，所以讲这就是加，咱来加嘛用，啊，就是讲咱大家来到学道的当中，
所以讲，咱要有求知的精神。爱有求知的精神。咱来看啦，咱看较早人孔夫子，还有讲是讲，咱要学道有哪先看讲较早的人安怎学？安尼咱对伊行就袂差哩。咱若像较早的人安怎学道呢？譬如讲孔夫子。孔夫子迄个时代，伊迄阵周游咧讲讲道叫算伦理，咱若看伦理就好啊。伦理或者是民主迄个时阵，伊迄阵拢共同咧研究真理咧，迄内底拢真理咧。孔夫子问伊个学生学生问孔夫子，还是讲这当中拢咧研究道理咧。当伊咧行道的当中，就是拢咧研究道理。伊照着道理去感化人，感化国君，感化大夫，感化因全国的人。是用真理咧教育人，那么孔夫子甲伊个弟子当中，就是讲互相咧研究道理，含拄着代志，细命危险，就咧研究道理，真正有影，拄着代志啊，有细命危险啊，就咧研究道理。所以讲教育真重要嘛。咱若看真正重要迄个故事，咱捌听过，咱就知影。迄伫咧已经有细命危险的时阵孔夫子咧弹琴，讲道理咯，伊咧讲落咧听，主路听，主公听，伊弟子听。迄若咱拄着代志死无可以啊，无爱办啊，办到啊，佫有细命危险，办到佫互安尼追杀。迄孔夫子就是办到互追杀。消极断断，空城无难，真传传鸟。一件过一件，一件做一件。迄拢有细命危险的。今仔日若佫叫咱办到这就真紧哦，那找无几个佫敢办的啦，真正个找无几个。比如讲迄真正足坚心的，对道真正足有信心的。心中真正有真理的，拄着代志拢袂起歹完的，拢袂发牢骚的，拢无怨言的。那安尼拄着危险就照常行。所以讲咱来讲，较早的人就是安尼咧学道。咱莫讲啥，咱就讲如来佛也是安尼。如来佛当时伊本来是一个王子嘛然后伊成道了，夜到明清得着道了，开始伊嘛是说法的。含个时代弟子，含个众弟子，含个500多项，大家嘛是伫遐说法研究真理，伊嘛是安尼做来。咱来讲六祖，咱对六祖就足熟悉。六祖含伊个弟子，含东北去来请教的迄上师，大家嘛是伫遐咧论道。因咧传道的当中，就是照着论道，照着研究真理去传这个道。若无传道叫啥物叫传道？毋是传道啦，当点就拄煞咧，是点的了，咱都无啥了解，所以讲爱照着研究，互咱愈了解。其实道理咱毋是，咱愈研究道，甲愈了解讲原来道就是我自己，原来道就是我家己真面目。咱真的真面目，咱的良心本性拢甲藏伫边啊，拢用我家己的思想、我的人生咧做代志。所以讲一定爱学道，咱甲有求知的当中，咱巴肚内较有物件。安尼这是第2点啦。搁落来第3点，咱爱专心。是毋是开车当中爱专心？因为高速公路咧开和普通的路无共。若讲普通的咱这4条路讲较毋免专心，搁较无要紧啦。但是若高速公路遐紧的，像咱美国咧开，真拢会当开到120的，因为限速限到120。120咱就咱就开到120安尼开到120咱若无专心，小可当时小可一个天的，就雨仔站，安尼转看一只兵车伫路边火烧，咱就对啊，来到迄个国道10号遐，要转去迄阵多，要11点暗时要11点要转去乡民太安尼火烧，原来车兵车都对啊，慢慢开就对啊，开到伊个车兵车有好火，伊若小小较好。这甲附近拢较足长个啊，迄安怎烧我是毋知啦，是毋是咧拄久无专心咧开车若咧拄久做危险，伊家己危险，别人也危险，真正是别人就无危险。所以讲咱学道也是安尼，因为咱今仔日车开的，家己方向盘家己咧抓，真咱家己咧做主嘛方向盘咱家己咧抓，尤其是开入高速公路，这条修理路。就是高速公路，互我今仔日比为这条路是高速公路，毋是普通的巷道，毋是普通的巷道，是高速公路。伊个高速公路开车开遐紧，咱敢毋小心嘛？
毋小心是足危险的。哦，所以讲伫学堂当中，其实叫咱爱专心，即个心爱静，即个心爱调倒转来。咱既然求着倒来，即个心爱知影调倒转来到遐，好好去关照自己。所以讲倒来到遮呢，即个专心呢，就是叫咱爱专对一个心，反关注调倒转来。迄个心来放到遐，不断咧关照自己，安尼叫做甲真正咧叫做心道。所以讲而且呢，我录音有即个咱师尊所讲的一句话啦吼，因这有可能安尼着时间就无啥够，所以讲我用了呢，含咱这堂课啦。咱师尊伊安尼讲，伊讲只要守住自己的心念，只要咱来当守住自己的心念啦吼，就是讲我家己的心境安尼有正无，有邪无，有对无，有好无，有下倒无，家己去关照看卖，冷静落来去关照看卖，吼，所以讲叫做。只要守住自己的心念，那呢就是心得。这简单的一句话尔。只要会当守住家己的心念哦，这个心念真正守有条哦，伊无去用邪去哦，无去用对去哦，真正顾好的哦，安尼就是得。安尼啦，过来讲，修心才能吼，修心啊吼，松心才能。修心，修啦吼，修家修，但即个心修倒转来，哦，若无咱的心有可能拢向外咧走走啦，爱迄讨厌迄，对迄人做好体人出来，哦，对个心修，我上面外口一个做做面面，咱一大堆就对啊，咱通着修倒转来，好好啊看家己，修心才能修心。心修会倒转来，咱到我都修即个心，甲真正叫做心道。即个心若修袂倒转来，看拢惊注意外口，安尼吼是道心袂好，道心袂好。所以讲，而且讲修心才能修心啦吼，搁落来，那么修心才能到我度呢清心。心若有修，心才会清。颠倒边讲啦吼，心若无修，心就袂清。所以讲心要互清是较简单的，咱就感觉，感觉讲心要互清是较简单。除非即个人过去是真正真足好，真正有修，伊拢免相信吼，伊的脾气方面足少的人吼，伊拢肯为道牺牲奉献啦吼，搁无半陪半面无发牢骚吼，真正有即个人，伊拢免修的哦，本来就拢遮好啊，就对啦。我半点的无命就对啦，搁敢为着牺牲奉献，食足济苦伊也无感觉安怎就对啦。哦，那这个人咧真正是真正足不得了，真正足不得了，过去是引起哦。那么咱心爱修，心爱清，哦，所以讲这个心咧叫清吼，讲起因为咱人总是过去世所带来足济条件，这个条件会互咱的心安尼加安尼吼，乱七八糟，加咧足不舒服的，加咧足艰苦的。咱若即个修灵心若修袂了，心就清。那么清心呢，就清心就合天心，清心盖合天心啊吼。即个心若清，就会合天，因为天是清。咱来讲天无清啊，乌无斗。咱看着乌是乌的，乌和天无关的，天才会清。咱若坐飞机进顶悬哦，好，天今仔足清个咧，天足清。迄是叫乌杂条的，乌伫下骹。哦，所以讲咱若心若清，就会合天心啦吼。迄个天的心是足好的。咱每一个人拢有天的心，迄就是好。点老师咱点袂晓就是。只是讲咱无法度人去修倒转来啦。若无修倒转来吼，一个心，咱若了解，即个心若造就绝对做大咧，咱试看卖。其实学到的物件就是体验。我有感觉讲学到的物件就是体验这种物件。咱去体验看卖，去体验看卖，体会看卖，因为真理无伫外口，真理伫咱人的心中，咱用心去来体会看卖。如果我的心拢注意伫外口，讲袂落哪困难。注意伫外口，意思是讲。
我注意迄个人对我讲的话哦，我注意迄件代志哦，我注意足注意外口吼的环境好甲歹哦，迄环境若歹，我就足不如意的；啊，环境若好，我就足欢喜的。哦，啊，我若有钱就足欢喜，无钱就无欢喜的。我规个钱若足水的，就足欢喜；规个钱若足歹，就足无欢喜的。咱的心若要足注意外口的人事物，迄心有乱，真正有乱。但是颠倒变讲啦吼，咱若会当放下观念，好啊，收倒转来。迄个心全若收倒转来，哦，去足深的哦，无咱真好哎哦，我感是安尼啊。咱若讲咱心足乱的乱到吼，这外口的代志乱到足个的时阵，咱若去爬讲，我这个时阵真正心吼收倒转来，外口的物件我若放下，那安尼就好啊，真正的啊。所以讲修心改咱清心啊，修心改咱修心来清心，甲行清心，啊，这拢爱体验。学到的物件，伊毋是理论上的，毋了凭空想象。凭空想象想出来道理足虚幻的，无真。就爱咱家己去感觉着，去体会着，吼，迄就是真啊真的啊，真理嘛吼。真的理不是假的理，真的理是咱的心中袂外口。吼，安尼啦，所以讲，伫即条咧，我用咱做长课，爱专心，一切心收倒转来就好啊，这是修行人的感觉。吼，所以讲修行的功夫，就是寄伫讲，咱你爱怎啊收倒转来，毋是讲一味讲好追求外口，真正是爱会晓寄收倒转来。所以讲《论语》内底有一句话吼，讲有朋自远方来，有病自关东来啦吼，迄《论语》的头仔迄句，吼，汉语时事字嘛，吼，啊不要结吼，啊迄个有病自关东来，吼，不要落雨，后面，啊咱时时当当改即句吼。有病自关东来，哦，这是另外个改水啦，吼，真有意思。有朋自远方来，有朋友对作远来。当然这是无对啦，吼，是一般解释是安尼无对。但是咱甚至佫用另外一个方式，伊讲啥物叫做朋？朋就是讲这两个杯哪像目睭，哦，这两个杯哪像目睭，啊，这两个目睭就搁调倒转来，哦，安尼啦。咱这两个目睭就调倒转来，因为为啥物爱讲自关东来呢？因为咱较早的目睭拢看着外口吹雨，一切拢注意到外口。真吼，求着道理修得了，要把它收回来。吼，哦，这个放心爱修得倒来，比如主讲的，迄心叫放面拢毋知影找倒来，鸡仔人拍面吼，安尼紧了讲，啊心叫拍面拢毋知影修得倒来。所以讲有朋自远方来，啊修得倒来，那是真的，另外一种解释啊，这样拍，你看，这两米目睭就关照伫遮啦。当然目睭是外摆，看伫外口，目睭是我都看伫内底啦。是无对，但是伊的意思就是讲，咱这个心，咱这个感就是属于咱的心的感，迄个心的感就是无倒来。哦，所以讲我这真正真有意思啦。因此，而且专心第三点，哦，专心的对，哦啊，因为你这只要咱来当专心，只要咱来当专心，咱开这条路会较安全，咱开这条路较安全，因为这条路是足宽，啊，当然各种内底会拄着一寡逆境啦，吼，各种内底会拄着一寡逆境，啊，所以讲伫即个，伫遮两个体验，我用即个方面做上课吼。咱即条高速公路，伊是足快的，而且是足重的。高速公路咧做伙就做足矮，无像讲迄巷仔咧足细条。若做像巷仔足细条咧开高速公路，搁开100年吼，哦，会足危险。就是因为高速的足悬的速度咧，车咧走种速度拢足紧的，所以讲吼，伊路一定爱做足大条。无咱若去高速公路，人了看袂使惊，来足危险。哦，高速公路伊的看路就是比一般的道路向道继续宽，因为伊要走的速度足紧，
伊是足重的，无迄个高速公路足短。若足短免做高速公路啊。若讲吼，啊，着对遮到对下营到中营安尼尔吼，先做高速公路啊。无人个到对下营到中营，搁做一个高速公路，咱规个啦，一定拢普通个行，因为迄路咱毋免，迄近近仔尔对。啊，咱就是因为咱要行的路足远的。吼，所以讲高速公路咱咧做一定是重的，所以讲伊做咧对高雄甲台北安尼一条高速公路。所以讲咱来了解，咱学道也是安尼哦，咱学道的路是足宽，咱学道的路是其实是足长的，咱要行这条路是足长，但是路遐尼宽，咱袂使来行甲足矮，吼，咱袂使来行甲足矮哦。啊，啥物？为啥物咱会来行到足矮？因为咱的心会。啊，所以讲，本来道是足快，咱若行到足矮，行到咱行袂。所以讲，咱若行到咱行袂落时阵，千万莫好啊，莫讲道无够宽，真正。咱若行咧行道，若行到行袂落吼，毋通莫讲啊是安怎吼，道遮尔矮，咱着莫讲为虾米我的心遮无宽。咱若行到一半就来当停的吼，莫讲吼啊，这路实在吼太短，为虾米咱毋搭行？所以讲路其实是足宽，也是足远。啊，咱要用啥物心去来行？其实伫即个生活道当中，咱师尊都讲一句话，嘛是真好啦。伊安怎讲的？而且吼，我有咱共款重点的吼，啊重点较适合倒啦。伊讲，无论咱的心，无论吼心多宽。宽就是有一种，无论讲咱的心外哩咱慌张吼，外哩咱不准吼不如意安尼啦吼。无论心多宽，啊路有多长，毋管讲即个路咧行，真正行足久的，好行到真人去行袂，不管。无论心多宽，啊路多长，啊迄个修多难。不管讲习惯无歹心，吼，啊办多苦，安尼咱师尊人讲这4点啦吼，毋管讲咱的心外哩那慌张，外哩那乱，啊路行路外哩那长，啊修外哩那歹修，这个修就是指修心啦，外哩那歹修，办外哩那艰苦办道啦吼，道教、行道办道这办甲足艰苦，办甲去用了，办甲去用咩？不管哦，过程是心的宽度啦，他讲这句话。咱来了解，咱今仔日咧行这条路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吼，伊是心的宽度。这个过程就是咱心的宽度，咱的心若愈宽，你咧行就好行。咱的心嘛，会一只啊，有当时啊一只车就骑袂过，你骑车拢袂骑啥子。所以讲，这个过程就是咱人心的宽度，伊咧磨练咱人心的宽度。说4项拢做歹，心足慌张啊，路足长的啦，足歹修的啦，我办得足艰苦的啦。咱若心若讲宽就好啦，安尼就对啦。心若无宽吼，两只车就骑甲安尼足艰苦的呢。哦，啊，迄条路若足快，哦，那10架车嘛走，对啦。哦，迄条路足快哦，迄3线道、4线道、5线道，愈侪线道是愈好走啊，愈快，车流量会当愈侪。所以讲，过程是心的宽度。那么这个来讲吼，只要徒儿，只要咱道义若会当吼，跨出使命的脚步，只要咱这个使命的脚步敢踏跨出去，哦，前面一定出路。讲这句话哦，这句话哦，我歹写，但是搁重复讲一下。只要咱这个使命的脚步，你敢若行出去，绝对有出路。这句是真理的，我当体会真正是真正足好的真理。哦，有时阵咱咧学道吼，咱咧做代志，相信讲咱咧办道人，有足侪拢有这个感受。我做来到遮真正做袂落，我做来到遮真正
实咱伫即个人的人生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有遐尔侪人咧自杀？因为伊想袂开，伊甲家己的路挡死，伊的心无够宽，甲家己的路挡死。其实咱伫人生的当中，不管咱拄着艰苦偌济，只要咱若敢即个使命担的，佮继续来行，总有一天就做人。咱去看卖，我感觉好好有感情，总有一天绝对会做。这叫做真理，天的理就是安尼，天不转人之路。迄是讲行到一半，咱伫遐来甲袂开吼，遐都甲看什么事个安尼个，迄咱家己想个咧，你慢慢等天讲迄个路开了无大条咱咧，天其实开一条就说讲无做大条咱咧，是咱的心吼，下面袂闭一个，咱的心底就说讲无大条，有效。所以讲，只要咱的心活，其实继续行，代表就成功。这确实有影的真理啦吼。那么，咱就来第二句，讲不管心活。心多烦恼，路偌长，心偌难，开偌苦，搁第二句讲，过程是心的深度，搁落来讲深度嘛。甲阮头仔遐去拄的安尼，搁落来第二句讲，即个过程其实是咱心的深度，拄仔是讲跨度，只是咧讲深度。即个心的深度是咧指啥？心的跨度，咱就较容易了解啦。我心跨较快啦。较快，安尼莫计较，当然迄就无代志啊。心较快就无代志。深度就是咱人的认识，咱人的智慧爱深入。因为一款代志咱想袂通，就是咱的智慧无够强，想袂通。迄个角我都难去拍。所以讲，即个过程就是心的深度。因此，伫学道当中，咱拢爱不断去提升智慧，互咱的意见会搁愈深入。互咱的想法袂停留伫普通的人情世事内底，咱的想法若拢停留伫普通的人情世事，而且后面搁等下一道你文爱有诶无吼，咱的心就无深度，咱的心就无深度，咱的心要有深度，就爱拍破，会当突破世俗的一寡人的观念，毋通去互世俗牵咧走。啥物叫做世俗牵咧走？譬如讲。咱学道的人，比如讲拿以世俗来讲啦，这是其中比如一个例，这差不多安尼尔啦，无世俗的物件太济啦。譬如讲，咱若一般啦，若咧，比如讲迄个咱咧办丧事，安尼，若讲，莫讲咱去人聊聊啦，个人安尼，在路边仔咧办丧事有当时安尼车开伫遐看着骨头啊，就讲我生骨跳落来啦，都要煞着。咱的思想。停留伫这世俗，咱世俗人要行去互刷着，去互气着，安尼有诶无？咱学道人心爱有智慧，爱会当拍破世俗的一寡观念。那么安尼咱要学啥物人的精神？咱世俗人的精神，莫讨咱要学啥物人的精神？咱像咱的圣老前人，咱的圣老前人，咱人看，咱大家拢知嘛，伊已经伫大陆逃出来了，除了危险区逃出来了。家己为着要救大兄弟姊妹讲吼，佮家己佮跳入甲共产党讲这拢我一个咧烦恼的问题，你若要清扫头发皮了，因吼你拢嘛放走险无关系。伊本来是无性命危险，我家己佮跳入红了，结果真正清扫。安尼就对啦。咱若把这两项看差偌济，一个是讲为着逃牺牲三四物件，若咱看着人家做丧事了吼，我早摆就对啊，莫讲叫咱去清扫啦，真正看着讲我边仔。到迄个破法讲就惊到，那呢咱是世俗心，所以讲即个道心甲世俗心是差不多济。咱今仔日要有即个心的深度有够，咱即个心毋世俗，毋通随着世俗人咧走。学道人就是学道人的思想，咱有咱的看法，咱有咱的智慧。咱毋是要标新立异，讲条别人无共，咱是咱的看法爱比别人较有深度，无咱牺牲肉无食。叫无看，酒无啉，无食，来到遮来学道，当然咱的思想爱人无共，牺牲遮尔济啊，搁拢慢慢共款，无知咧牺牲啊，对。所以讲咱的思想表现甲咱的深度，不只是看度有够，包括咱人的深度，咱的看法，咱的智慧，搁比别人较超人，爱比别人较超人。所以讲，这个过程是心的深度，这无借着眼镜。无借着体会，无借着牺牲奉献，歹做事，因为心的深度确实有影。无借着这个过程，就歹做事个。毋是
是讲一个就要过，爱经过代志不断的历练，然后去想法伊的智慧，吼，甲会深入。当然，甲伊的智慧足深入的时阵，迄想法就通无别无共，叫做超凡入圣嘛，吼，咱讲超凡就是。要超凡就是爱把咱的心的深度定落去，所以讲面子。那么，对啊，咱老师都讲，道义毋通离开这条道路，叫咱无离开这条道路。只要咱若一直踏行落，终会有出路。叫咱毋通离开这条道路，意思讲叫咱毋离开这条道路。咱的心要有深度，这条路咱行到，只要咱若再继续行落，伊总是有出路。第二，有个教授讲安尼啦，教授有出路。但是来早咧看的，好烦恼学遮久啊，咱拢时常捌听过一句话：修办道无退休呢。修办道无退休，毋通讲我已经有遮久啊，还袂识得啊。路是总的，有始有终，有恒心，毋通行到一半讲做嘢，我想要死咯。咱袂使有生这个心，继续搁去行落有出路。咱人拢是安尼，咱伫咧修办道的当中，咱有足侪心理障碍要去突破。要去突破，只要咱搁继续行，突破了就好啦。有感觉无？真正有影，突破就好啦。当然，若无突破是足较苦的啦，迄是有影。但是咱师傅讲，你搁继续来行，莫人惊，你继续来行，搁坚持咧来行，绝对有出路。这学我的咱其他人比如啦，这咱家己拢做感谢，学我的我同去做比如的啦。你讲秘籍，我嘛是。咱免讲讲甲偌尔，就讲做工书都做大年纪。我较早人咧差不多20年前嘛，迄阵拄仔当做媒体就来了就着中开始当面做工书啊，咧做工书开始就演讲了啊。你敢知迄段时间咧活到偌艰苦，才会知。因为咱无经验，徛干来无经验，袂晓准备道理，迄道理吼，昨尾去咧找。起来要会紧张，这场也无好，迄场也无好。对咱每一个人心中，学道真正爱有感悟，学道真正爱有感动。咱诶有啥物无感动？迄种自见诶，迄本来就大家莫搁无学。这道就是安尼，叫我去求道，我就足简单求道。就安尼大家咧办道拢无感觉啥。咱毋知影讲，伫这修办道诶当中，有偌济人牺牲到今仔日咱去。咱看这个求道看来无啥，毋知影讲这个要成就这个求道的因缘，以早有牺牲偌济，咱拢毋知影。所以讲咱无感无觉。咱若知影讲较早的人安怎办道，安怎牺牲呢？一路安尼行来偌济人，牺牲到迄个地步，到今仔日咱这个道场，真正咱真爱会感觉。所以讲咱若是一个囝，对伊爸爸妈妈。如果因爸爸妈妈对伊的牺牲奉献，因若认为讲迄本来就是爱安尼，你想伊会翕好袂？伊好心生就出来吵。若无人讲叫着头一个，我想讲我翕啦。伊如果若认为迄本来就是伊对我才好个，安尼。人生伊，伊生我你干嘛生咱？迄也无啥，伊绝对有好心走袂错。如果即个囡仔若对因爸爸妈妈对伊的牺牲奉献，然后有感动，甚至讲感动，才会流落屎，伊就甲你讲个袂知道，甚至讲尽心要互士大人较欢喜的，会感觉有效孝顺，甲私人工，互伊会当佫愈快乐，一定会安尼做。如果伊的内心内底若真正迄个感动走会出来，拢是安尼。所以讲咱的路要行会长，行会久，就是爱有感悟，要有感动，那么迄条路。那无咱若讲无感动要安怎？伫今仔日吼，听我人较早的人办道，加减用心去感受，感受讲当时安怎办道，安怎牺牲的，咱若有一个感受了，好好即个心，头仔即个心内当专心，想倒转来，咱人会袂感动，就是即个心拢想过头向外，向外就袂感动。咱若会当静静落来，想倒转来，好好互恁真想看卖，迄个感动真会走出来。真正，咱就感觉讲，咱人拢伫迄足
静的时阵，心收倒转来的时阵，即个心吼，拢较会自闭，拢较会安静，感觉。譬如讲，咱遮若要着较暗困的吼，有当时咱一时啊无闲无讲几工。较暗时的时阵，点坐伫遐拢无代志的时阵，迄个夜深人静的时阵，即个时阵，咱的心会继续静，继续静了，外口因缘的干扰较少了，咱即个自己的心较会显示出来。伫迄个时阵对道的感受会较深，会较深。所以讲伫即个一用的时间，咱莫去啦。好有感受啦，莫讲啊，因转来就上班转来看电视啊，看足忝尔，回去上班公司啊，转来困，足无彩，感觉足无彩。咱着爱上班转来了，赶紧辛苦洗洗啊，饭食食，尽量莫用其他迄摊过啦。咱是先要去想咧讲，咱即个当然即外界要紧啦安尼，然后静静，若有班就出去班啦，若无去班，静静落来看册，好好去回心情倒转来。冷静落来，回思一寡代志，一寡办到的代志，一寡思到的代志，一寡咱内心的代志，好好来思考一下，咱的心会愈稳定，咱的内心会愈坚强，咱的感恩的心会愈坚强，咱的感恩的心会愈坚强。啊，这个心嘛培养出来了，这条路咧行解。所以讲咱拢时常捌听句话啦，叫做修心养性。为什么才讲修心养性？修心佫较知影啦。为什么讲养性？较要用这个养？养就是饲的意思。讲爱用饲解释咧足奇怪。本身该是用饲的，咱的自信是确实有影爱用饲的。咱好好去甲饲，咱像咧饲一只狗啊，一只迄个鸟仔共款，三年拢甲饲，安尼伊才会跑。表示讲咱这个自信嘛是爱来饲，你用啥物饲？用真理来饲。用真理来饲，咱的心内底不断心收倒转来了，去甲关照，互咱这个心会当愈来愈道心愈来愈稳定，迄就是咧甲饲。安尼咱自信会更加显示出来。所以讲结叫做修心养性的，修心养性毋免咱去参参禅打坐，讲我参禅打坐坐伫遐坐到一了不心，安尼会空去，会死空啊，会变无记空，叫做《大经》内底有讲无记空。空心静坐会着无记空，毋对。咱的心爱不断去感受，不断去体会，伫咧体会甲感受的当中，伊感觉得出来。咱若对道内底佫有愈大的感受，会佫愈有信心。咱若无信心，对感觉修道也无啥物偌好表示咱对道体会无够紧，体会无紧。所以讲咱一定要达到体会无紧。伫咧静静的时阵，好好去观照，好好去观照。互即个心会当咱像咧甲饲共款，咱的心内底不时阵拢存在道心，安尼就是咧修道。所以讲咱今仔日学道的人学来讲较早人迄个净土宗的人，净土宗伫咧修道安怎修呢？伊拢念阿弥陀佛。伫阿弥陀佛不宣阿弥陀佛即部经典内底有讲，佛陀有讲，自然有讲。伊讲若迄个有人有善男信女，伊今仔日听到一句阿弥陀佛，会当甲藏伫伊的心中，不时阵安尼念，一日、两日、三日、四日、五日、六日、七日，搁甲七日啦，即句阿弥陀佛拢总伫伊心中，而且伊的心拢无乱规工内底拢即句阿弥陀佛尔。伊讲即个人若甲过身伫的时阵，心搁照常安尼，若安尼伊转去的时阵，阿弥陀佛甲诸天神明。头前来接伊，等互伊去转生这是你著即部经典内底安尼写。伊讲爱念甲一心不乱。即句阿弥陀佛伫伊的心内底念甲一心不乱，咱若是谈得容易。安尼才会当搁接你西方呢？所以讲要接你西方就较简单呢。有当时我若念一部，我著忝啊，我都念7工，念到6仙。有咱若念8爱会仙的，每一工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你若念伊讲爱念到第7工，搁照常一心不乱爱念到呢。但是咱若是咱教法度念到，所以讲要转去西方是困难。但是咱学道的人袂困难，
到底是讲台我学台湾袂困难。你叫我念阿弥陀佛吼，念几工我就有困难啦。我会学到讲直接变，等于西方无问题。咱今仔日学到啦，去大去倒数天啊，去咱祖师啊，迄个皇族台湾的倒数天。啊，凭啥？凭咱的心都有道念，安尼就对啦。所以咱师父到拄好法，伊个专心听有通咱参考啦。哦，只要守住自己的心念，那就是是道了。修心才会修心，啊，修心才会清心，清心上就天心。所以讲咱学道的人，咱的心内底不断拢有道心哦，拢有道念，拢放进道理内底。哦，啊，毋是啊，头要去。迄落爱去听道理啊，要去对办道啊，咱心中内底拢有迄个物件，比咧念阿弥陀佛是较好哦。因为念阿弥陀佛吼，伊袂去讲了完的地方，伊惊家己伫遐念念。但是咱今仔日心中内底放入即个道，而且拢照即个道要甲行做，迄内底拢足侪功德。那安尼咱拢较袂当等。所以讲咱求道的人，只要咱办法得怪地，只要咱心心好修是心忏悔，大家拢会当等。免讲习惯做好咯，啊，真诶安尼，真咧讲诶，毋是讲已经习惯做好啦，毋免做好。虽然讲佫有脾气方面啦吼，虽然讲无做王管，只要咱即个心拢存在迄个物件，其实可能就会当超生了事。超生了事就是免轮回，真正有影安尼啊，这毋是互安尼甲咱转诶啦吼。所以讲咱学道人，确实应该会当万八得超啦，因为带着这条心。即条心拢有迄个念，有迄个道念，安尼就是心道啦。哦，咱师尊嘛是安尼讲啦吼，但即个心就心道的吼。所以讲老是快，而且是行。搁来第5点啦吼。伫即条叫做公路内底，安尼开安尼开，总是要几个收费站啦。几个收费站。要通咧摕钱，你若无钱哦，我是讲，我拄过迄个讲摕去你摕钱钱啊吼，你若无钱就毋知你哪里伊毋知讲要安怎过无，我是毋知啦。还是讲去遐来去的，收钱叫炒费，这是我毋知影啦，毋知咱政府规定啦吼。总是若无钱啦吼，要过这条收费站是那足歹势。哦，这真正讲伊要互咱签啦吼，嘛真正足歹势对啦，无钱咱搁哪去？哦，一个过路也40块哩吼，所以讲要穿不说讲个时间超过吼，咱就钱就安尼。真注意者，那么去到遐收费站，钱好啦。那么这表示讲，咱伫学道当中爱安怎？爱行公了愿。若无行公了愿吼，人家若要讨来无通行，安真正个，无通行通做凄惨个，无通行通做凄惨。也即若你卡的时阵吼，真正输伊啊！你学到时阵就无法度。业嘛成色，伊有定业甲不定业，业内底有一个叫做定业，一个叫做不定业。不定业就讲伊因缘还袂成色的，还袂成色的叫做不定业。定业就讲已经定落啊，哦，迄定落啊吼，迄项天就真啊，含咱师父就真啊无法度，因为已经改定落啊。哦，会当改变是足危险的，所以讲不去当业叫定落。伊还袂定的时阵，虽然讲咱大拢有业，包括学校啦吼，咱过去世内底有足侪业。当伊还袂成色的时阵，尽量去行公了愿，去防拄。真正爱安尼防拄。啊，若无行公了愿吼，这人业一个卡就艰苦个。哦，迄人真正甲讲，这只要有大礼拜吼，真正一件过一件吼，足是惨。哦，真正足是惨。啊，迄拢有个人的业力在。有个人为虾米去走去自杀？迄若无业咧卡，要自杀当何容易？要自杀毋是足简单诶，真正个无法度甘心。哦，咱就讲以前我看过一个真实诶就对啦。迄个嘛是规边啊对一个，啊真啊翕出来。伊有若是讲要自杀，啊行去楼顶，哦，伊迄边仔咧行咧行，哦安尼对啦。哦，伊做好大真啊伫遐行，安尼。啊到尾啊伊吼警察去要打倒过来嘛。偷偷去掠一个无多叫报下就对啦，到尾杀死。啊，互人咧想讲，吼，迄楼遐尼悬，啊伊敢要去顶悬行，你真正有勇气咧。迄 TV 讲吼，迄个土米咱知影无？迄个吊，迄做铁柱咧起枪吧，迄像迄放伫迄狗迄个迄
101大楼还是讲咱咧高雄迄大楼迄种迄港埔迄个吼，迄土鳖仔就敢行，迄足悬的，迄顶悬吼，伊敢伫顶悬咧行。普通人绝对毋敢，你我拢毋敢，真正个。迄伫顶悬咧行，迄涂甲看袂好，安尼真正遐尼深，后尾喙仔真正会喘。讲要叫咱爬去遐跳的，迄若无真正伊，迄无真正吼去刺激甲足严重啊啦吼，真正做袂，定到啥物人都做袂。因为外口有即个工程，因为外口伫阮公司吼，迄个最近算吼派去迄个扩建部，扩建部就是讲咧汽车房内底。啊，因为外口有这汽车房吼，咱咧去顶悬动顺看吼，到了好安尼，一个爬去吼，真正头尾喙仔离哦，真正。互我安尼真正一步要画出吼，上足久呢，真正上足久。好，迄真正这条路因为迄市面啊，迄个更低，迄工业吼，迄市面伊跨路头就30安尼，30公安尼，一条长长。啊，离涂骹差不多10几米啊，10几米尔要偌长啊，要偌远，10几米尔，10几米若咱真诶算可以啊4、5楼啊，好，真诶惊，好惊袂过。啊，搁来要想。即无检查过会使哩，有当个师傅啦，无死无死吼，还是安那吼，一定证明咱会哩。哦，咱知影行迄条路行到偌艰苦，互我咧想讲，我操，人敢咧敢咧后知咧，敢会使吼，咱食到好大，咱若去行咱就知影。知影讲徛伫个遐尼悬外口嘛，啊为虾米迄自杀了拢毋惊？迄真正叫咧哭，若不叫袂咧哭，伊敢行，真正有影。啊，所以讲伫迄个伫咱的人生的过程中，咱来了解，大家拢有了。如果咱了若把咱卡来时阵吼，搞不好咱真正吼30楼就甲爬去，莫讲10楼真正啊，30楼甲爬去，可见业咧较艰苦，可见业咧较艰苦。啊，所以讲咱即个不定业，即个业还未成熟的时阵，紧去做好人，做好人，去做现人。咱若甲成熟了吼，才会改变。哦，真正才会改变。若搁好改变啊吼，猪鼻头壳壳就好了了，真正个。啊，好改变啊！猪鼻头壳壳就好了了。但是猪鼻头壳壳的有当时啊，会感觉哪像差，会感觉哪像有啥差。迄若业较轻的，较有差；业若重的，已经定落来。当然，迄个原料爱搁愈强。啊，原料强甲坏的话，这当然这就爱看个人啦，这嘛无定，没有定论哦，嘛是爱看个人。上好是讲啊未来的时阵，咱就是做起来哦。所以讲，伊即个讲甲心理专家吼，咱来得。莫分摊，莫分摊。我好，要叫我去读迄个啦，好，要叫我去吼做教师，好，要叫我去做啥吼，哪像安尼作业安尼就对啦。咱来了解吼，迄个互咱会感觉会赢，迄嘛是业。迄有哪算业呢？所以讲业有两种，一种外业，外业就是讲吼，咱去人害人，人去做歹代志，啊人要来甲咱讨人，迄种业。佮另外一种业，咱认为业就是咱内心教来。咱过去世理念的一寡咱人的社会，咱人的贪嗔痴的思想，咱人的足一摆的，我拢有侪拢伫心中。迄个若无清掉吼，咱生命嘛袂看法，咱生命即条路要画一都画袂出。迄种总逐咱的心包甲安尼，互咱安尼十通通安尼。哦，所以讲道行讲道了去读看，哦去读看吼，这是非走啦吼。啊是非走了呢，来，有当时来安怎呢？难免啦吼，这是难免，是安怎呢？回归。咱若时常咧开车，一定不会来计较讲甲60块税金啦。哦，我就不能了伊啦。而且我真较早安尼会晓开车较准吼，真正60块啦，差不多万块个。你高速公路就60点，啊，咱就是迄普通的道路吼，60点就对啊。当然，这是咱家己无遵守规矩啦吼，这好家己开。啊，咱就规定讲啊开100啦，你啊开到100，哦，今日到2个尔，还要来讲2点伊还在讲，伊迄5到10号还要来讲甲开100，限制上限袂当超过伊迄是通8走啊，但是迄条路较特殊，会当互咱开到100，因为有人去抗议就对啦，迄二号去抗议，即条路遮大条，你限8走变哪过？到尾啊讲，啦，人莫超过100就袂来罚啦，所以讲人超过100才会罚，结果互我来开100抗议，才算去。日日就搭2千箍，伫中山到60点，吼，你停咧道路也有人做，这违规也免人做，但是咱咧违规的时阵，咱的心境安怎？吼，真正迄真正无，迄真正心境吼，
感受足深的咯。你知影几岁哦？无伊啊，感受足深的哦，爱做爱做过来较爱用啊。哦，互我若咧开车，后壁拄好迄个测速的人吼，就是凭着迄个起来迄个咯，切两个，即摆都物件开，咱捌着即个经验。咱若开车要去互伊翕相，闪光灯咧照相的时候，你会惊着。啊，翕着了安怎？来就足怪啊！佮继续咧开就怪工，咱无啦，怪工咱无啦。啊，迄真正穿两个哦，真正会惊着。迄闪光灯吼足强，常常去穿的，你知影讲啊，前8股了了，闯红灯啊，闯红灯，前8股了了。啊，迄当然这有可能有假啊，不一定啦吼。啊，你可说讲啊，反正伊早，咱无偌久尔，几个月前。迄个，因为伊迄规定讲吼，你摕回数票就直接走回数票，啊你摕现金就直接走现金票，吼啊迄阵就记你讲无回数票，啊心不在焉就对啦，啊几个到迄个，哇，这嘛无回数票，知道吗？警察讲来，对不对？啊你无摕回数票，你通走回数票，开咧3000安尼，一条3000，等下我了开几个了，惊着哦，即个后迄阵我伫线嘛。啊，先啊，是你走过过就惨了，甲惨了，遐就紧张啊！哦，这个又袂使去食到倒啊！真正咧讲伊嘛较谨慎的啊，爱开除无迄个买回数票吼，爱开除迄个现金的遐去啊，迄拢会紧张咧。表示讲啥？咱伫规个当中，咱人伫咧犯着罪过错的当中，爱安怎？爱操。这心境是共款的吼，爱操。因为咱难免会犯错，伫学校当中也是安尼。迄个心爱有，袂当无，袂当惯大啊，倒捌啦，佮继续去，这教授过安尼，拢无吼受到教训，安尼袂用紧。那么，咱伫开车有违规，咱来谨慎。那么伫学校当中，咱若犯错，有犯罪过错，咱要不断去检讨。有罪过错，落来了，咱的心拢爱用一个忏悔心来学道。忏悔伊是一种的心境，即种忏悔物件，伊是一种心境啊吼。伊毋是一种的理念尔，毋是一种的理念尔，意思就是讲，毋是讲我知影爱忏悔，毋是理念，是一种的心境。所谓心境就是讲，我的心拢不时阵爱感觉吼好，我家己真正犯了滔天的大罪，心拢爱吼，感觉无啥爽快啊，就爱安尼呢。那像我已经规安好，足谨慎的吼，我拄啊吼是安怎害安尼，真正无遐面无小心安尼就对。啊，其实咱来了解，咱每一个人，咱拢是带业来到遮丰盛的吼，咱若是带业来遮做人，咱过去世有哪有足大足侪年龄读较侪过错无？咱嘛想我有去读班会啊，需要啥物忏悔，安尼袂用。咱不断伫咱的心内底拢爱感觉，咱真正犯着滔天的大罪。即个心拢感觉讲吼，咱实在吼一定爱好好啊去行讲了吼，一定爱安怎改过自新，一定爱安怎拢爱去向家己迄个心爱不时阵拢啊存掉，安尼迄叫做心境。就是我爱有迄个心境安就对啦，不时阵。因为若无即个心境吼，3、5分钟就无啦，咱就感觉哦，譬如讲啦吼，我今仔犯着一件代志足大件，爱囡仔吼。迄个拄着胳膊啦，安尼啦吼，比如讲拄着胳膊，啊，伫胳膊的当中，伫食苦的当中吼，啊，真正爱忏悔，哦，因为我过去世就是因吼，做安尼所以讲，即世正解安尼就去真忏悔，啊，希望讲向上天你慈悲啊，就原谅我就对，我真正去真正忏悔以后，你讲了的，你讲对对，啊来报应就对，啊，所以讲吼，希望吼，我即个病倒较紧过，我即个啥物会较紧过。当时啊，3、5分钟尔，3、5工，等大家身体好了，就袂记了了。为什么他袂记了了？因为无即个心境，无即个心境，所以讲咱人做个问题了。哦，咱来讲咱食着苦的时阵吼，向上天表表是足有影、足真心嘛。因为食着苦啊，足真心。咱来较苦过，你看好来时阵，袂记了了，迄个心得放弃，心搁放弃啊。其实忏悔的上界大的意义，就是讲咱会当永不再犯。你着做团经内底有讲啦，忏悔，忏悔真经悔其后果。吼，
从前所有的迄个啥物交工啦、牛卖啦、这道顶做吼，拢爱设计清楚，永不合作。就做讲即句话，永远拢无爱搁继续，袂使搁做。迄身边拢爱有迄个物件，咱心若无迄个物件，真正咱人足健忘。规工就离了了，只要身体若好，只要代志若过，只要若轻松了，袂是啦。啊，若咧艰苦的时拢记条条对吼，足糟糕的，做小时咧，啊足强拼，哦，啊真正足乖的，代志过都记是啦。为虾米？因为咱迄个心境无，迄个心境，所以讲咱爱不断去培养着即种忏悔心境，咱家己做不足，咱真正犯着足侪罪过错，啊若无袂来遮做人，就早无做阮等于。哦，超生了死啊！你吼，就是安尼，所以讲咱爱不断去忏悔，有即个心境，咱人就袂犯错。搁犯错细个，犯错较少，啊搁犯点较细条。如果一个人的心若不断去忏悔啦，伊绝对袂犯。头天代志讲免犯，就咱怎生在伊就说平平无平，我袂犯，我袂错。一个人有忏悔心境，敢有袂来？哦，咱的后辈来啦，拢是感觉我这人无对。感觉讲咱嘛，拢袂记一人啊，安尼咱讲吼，所以讲爱有忏悔心境，即个心境拢爱放伫心中。其实我较有感触吼，咱若有感恩，就有忏悔。一个人伊心中若真正有足大的感恩，伊家己就会感觉家己做不对，伊就会足忏悔，要安怎来保佑不着，要安怎来真正吼天公了决，要安怎来报天恩。天恩免咱来报咱爸母的恩，拢爱安尼想。咱所做的每一件代志，就是要回向咱的爸母，爱安尼想啊。哦，因为咱着欠爸母足济。哦，如果咱若想起来讲啊，迄个我做拢无要紧啦，啊，迄我无关系，会使安尼想。哦，一切跟咱拢有关系。哦，即个忏悔的心，即个感恩的心，咱的心中内底拢爱，这是咱修行人的基本的物件。所以讲，咱若无，咱无法度来去行啊。咱若无，咱无法度来去行的。这是第五点啦吼。哦，爱有忏悔，违规的时阵要安怎？搁落来咱讲第六点，哦，我第六点来讲第七点。